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时间过得真紧，阁经过一礼拜咯。伫这礼拜当中，可能咱有的人拄着真侪无常的代志，可能有的朋友，你所相捌的人因伫这个疫情当中拄着问题，或者有的人因的生理已经开始了，因为渐渐的开放了最近呢本国的这个疫情对2万几个一直降到1000几个咱感谢主盼望以后降搁较济。若有法人到0搁较好，但是咱毋知影到底情形会怎样。不过咱有主的带领来引带咱行水面的道路，咱行一日算一日，因为咱毋知影疫情到底会怎样，因为有时这个病毒会搁改变变做别物的款的情形，咱毋知影。不过咱常常警醒祈祷咱也毋通袂记咧为着伫灾难当中的人来祈祷，伫病痛当中的人互因有信心，互因心中有喜乐、有平安，互因的这个病痛早日恢复健康过正常的生活感谢主咱三合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多谢你的慈爱信实带领阮，阮属于你的囝儿，你是阮的好牧者，好牧者为羊舍命，你是阮的好牧人，你带阮到通安息的水边到有青草的地顶你互阮生活顶面你无所缺，因为你来供应阮一切需要，阮感谢你。为着伫苦难当中的人祈祷，求上帝你甲因同在，求你赐予因能力、信心生活顶面所需用的来供应互因。主阮也是求你伫这个时阵有偌侪人心中有惊吓、痛苦、忧愁，因为因的心中也无主耶稣做因的救主，所以为着未信主的亲人来祈祷，互因早日来信靠耶稣做因的救主。天父，阮将下面的时间交托你，求圣灵伊借着你的话语，互阮心中对上帝的道理搁较明白互因搁较听上帝听伊的教诲听人的灵魂，愿意将这个将福音来传托因，叫因早日来信主耶稣做因的救主。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奉靠耶稣的圣名求，阿门。手我。
切也深信，他必定能够保守我所交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不知明日将于何时，前途不顺我理，但主慈爱永不改变，主必抚养保庇。为我深知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必定能够保守我所交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不知我主何时再临，如何与主相逢，我将经过死荫幽谷，我与主于空中。为我深知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必定能够保守我所交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各位兄弟姊妹，咱今仔日讲道的题目是信心甲律法，faith and the law 这两个名词伫教会的初期就有产生的摩擦，伫教会当中有这个问题，保罗呢就写册写书信来纠正教会当中的这个问题。人信主得救是靠着信心，靠着神的恩典，毋是靠着行为。律法主要是啥物呢？是犹太人靠律法要来得救，伫行为顶面要完美的这个律法，但是圣经讲无法人做到，一定要靠信心，靠神的恩典，伫咱的教会当中基督教会当中有真侪真好听、真有意思、真有属灵分量的圣诗咱唱了后真大感动甚至有诶遮着在诗歌信主耶稣做呢救主，有一啲圣诗真少人、真少教会唱了，喊咧唱，伊诶题目是奇异的爱，就是奇妙的爱，英文是 And can it be that I should gain？ 这个歌伊的歌词真受感动，写诗的人因为伊体会到上帝爱是怎会伟大、怎奇妙，连有这个罪人伊搁找耶稣来到世间来拯救人。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竟然听人为着咱来牺牲对罪恶当中把咱拯救出来，来亲近伊，得到永永远远的生命。我读这首诗的头一节安尼讲是怎样会安尼伊袂明白怎样会安尼像我这样的罪人也有法通蒙保惠来救赎我。这个大恩典主为着我受痛苦鞭拍，主被掠去顶十字架以前受了真侪刑罚鞭拍然后圣诗佫讲，也为着我死，耶稣为着伊来死，伫十字架顶死伫十字架顶真奇妙的爱
怎样会安尼啊？想袂到，伊说我的主，我的神啊，为我来死啊！怎样安尼？我的上帝，我的主，我的神，竟然为着我来受死啊！真奇妙的爱啊！怎样法会安尼呢？袂明白啊！我的主啊，我的主，我的神，竟然啊为我来死啊！这是头一节。写诗的人啊，甲唱诗的人，换当来体会到写诗的人的感受，甲伊对上帝迄款的听，咱咧唱的时阵，才受感动。吼，有的人因着在圣诗啊、信主啊，有真侪代志受感动。吼，啊，今仔日咱要讲信心交律法的代志，哈。咱若小可温习过去吼，几礼拜内面啊，这个教会的开始是怎样开始的？吼，然后进步到今仔日，咱这个现代这个教会，那初期的教会啊，对犹太人开始，后来传到外邦人，啊，因教会当中也是有一寡真理顶面吼的问题，所以保罗就写批信来纠正因。教会开始是记载伫使徒行传的第2章，伫五旬节的时阵啊，信徒拢聚集伫一个所在，忽然间天顶有声音落来，亲像一阵的大风吹过去，充满伫因所坐的这个房厝内面。迄个时有虔诚的犹太人啊，对天下各国啊来到耶路撒冷，点伫遐要干哪子呢？因来要过节期啊，有月节还是五旬节啊？因听到门徒伫咧讲道啊，因门徒是圣灵充满伫满有力量，因讲的道理吼，会讲的话语言啊，是因在犹太人本来分散伫真侪各国无相的方言，因听到因在门徒咧讲道啊，因会明白啊，吼，所以因听到因的方言啊，所以真侪人啊，因就信主咯。大概吼有1万左右的人信主啊，并且因都受到圣灵的洗啊，并且有受到罪咧。因就所以信主的人真热心，逐日同心合意，伫圣殿内，还是伫家庭当中伫咧聚会上帝就将得救的人数逐日的加添互因。所以新约教会啊，就是对安尼开始的因在信徒啊，有圣灵的充满，满有能力。伫遐勇敢的讲道，并且行神力奇事，有一寡信徒受逼迫，掠去害死像司提反，为掠去关家逼迫因，掠去关因也无惊，为要听上帝还是听人，什么较对啊？在心嘛是听上帝较对，后来教会复兴。头伫对耶路撒冷伫四周围传去，那在新犹太教的人啊，在法利赛人啊，这个人其中一个叫做保罗啊，伊就开始咧逼迫教会，将人掠去关监并且掠去将石头舔死所以这个保罗啊逼迫教会，伊就一摆你去大马色的路顶见到主，拄到主对天顶有个光照，伊目睭煞痴迷，对迄站伊才接触到主，主也是将真理道理向伊启示并且差遣伊向外邦人来传福音那么后来咱顶礼拜有读到第10章彼得伫一个所在叫做约帕伊上帝互伊看见异象，就是一块布
内面有各款的动物吼，昆虫咯、鸟只咯，伫地内面啊，对天降落来，有一个声音甲讲：彼得啊，你抬落去食。伊说做暗淡的物件无洁净的，无洁净的，是做俗物啊，阮袂做你食咧。上帝甲伊讲：我所洁净的，恁通当作俗物啊。伊意思就是讲，包括人啊，无论是外邦人是犹太人拢是上帝所听的，伊所洁净的，包括做物件、做食物啊，你嘛当作是俗物啊。所以伊讲。搁一摆有人要对这个所在叫做该撒利亚外邦人伊名叫做哥尼流，伊找人来要来带你去因兜去传福音啊。所以彼得对一摆圣灵启示的时阵伊属灵的目睭将你开啊，无搁将外邦人当作是暗淡的因犹太人。有可能听福音得救，相款外邦人也是应该福音传福音，因也是会得救，信主耶稣得救，毋通当作是暗淡的、无洁净的。所以迄个福音的门就借着彼得来向外邦人来开放了，所以开启了。外邦人传福音的大门，神又搁借着保罗伊信主了非常的热心，有3摆到海外去小亚细亚去到这个罗马去到这个欧洲，还有地中海的小岛去传福音。伊也是建立了一家教会。其中有加勒泰教会，有哥林多教会，有以弗所教会、腓立比教会，有真侪教会，所以借着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所建立的教会。其中有一间教会叫做加勒泰教会，这间教会是由外邦人所组成的。因这间教会拄着问题咯，什么问题呢？就是就是因在这间教会内面拄着2款的危机crisis。头一款危机是什么呢？头一款危机是信仰顶面的危机所以伫信仰顶面偏离了纯正的福音咯。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家对耶路撒冷来在犹太信徒来到因当中就将保罗所建立的外邦人的教会内面历史内面将基督的福音甲你改变了。所以第1章第7节伫加勒泰第1章第7节，保罗安尼讲：，迄个并毋是福音在对犹太来的所谓的基督徒因毋是福音。传新的福音，因传的毋是福音，不过是有一家人要来搅了恁，要将基督的福音改变了。因在犹太来的，在基督徒因讲救赎的功劳虽然是对耶稣基督为着咱会做顶事信伊的人会得救，虽然是。是对耶稣基督来，但是在外邦人毋是犹太人，因在若要得救仍然犯在着，敢若是着靠行为来得救，着靠行律法来得救。叫保罗所传讲的信息无同保罗所传讲的信靠耶稣，用信心来接受，这是神的恩典，毋是靠着行为。乃是靠着信心毋是靠着家己来得救。所以叫保罗所传的信息福音无同所以在犹太人的在要来改变加勒泰教会
因为福音的内容啊。那么在犹太律法主义啊，称呼犹太律法主义。什么叫做犹太律法主义？就是说犹太人啊，着重在信主的外邦人吼，也是着行犹太教内面的一个律法啊，一个日期，一个典章，一个规则啊，在教训啊，所以保罗哦，看起这间教会哦，有人说去信怀唔对的道理咯啦，所以保罗哦就责备这间教会的会友啊，在信徒讲，保罗讲伊说，我真稀奇哦，恁遮紧啊就离开了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呼召恁的啊去随从别的福音啊，所以讲别的福音就是叫保罗原来所传的纯正的福音无同啊，所以叫做别的福音啊。咱知影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也是上帝，吼，伊是一个义人，伊来到世间要来拯救，吼，伊已经完全达到了律法的要求咯，吼，所以吼，咱也是信靠耶稣，伫咱的内面的时阵吼，接受伊做咱的救主吼，所以咱也就是凭上帝来称呼咱做义人哦，所以因着信心来称义，因信称义，这才是纯正的信仰。所以啊，保罗啊，就搁责备在加利太教会讲，伊说：恁在无知的加利太人啊，耶稣基督啊，顶十字架已经啊。我会显明伫恁的目睭前咯，谁啊又搁未晓恁呢？哦，恁已经相信耶稣做恁的救主，耶稣伫十字架顶来做成一个救赎的这代志吼，已经显明互恁咯。干那你搁受未晓呢？吼，信徒啊，哈，在犹太人的信徒。因个信什么啊？就遵守日子咯、月份咯、节期咯、年份咯，哈，在受即可能路财的这个重担来压迫的。恁怀律法主义的人哦，伊说恁信耶稣，还阁无够也得阁加上在犹太人的律法，才完全。所以保罗啊，大大的反对在所谓的这八款的福音。保罗对在断这八款的福音啊，非常生气，非常的反对啊。因为这是来搅了圣经讲搅了基督的福音。所以保罗就指出啦，这个上帝借着摩西哦来写在律法。啊，是伫这个西奈山来颁布这个律法伫西奈山，未颁布以前的430年前啊，也阁无律法的时阵，犹太人的祖先啊，叫做亚伯拉罕啊，伊哦430年前哦，已经哦凭着一个真重要的就是。凭着信心来称义，哈，因信称义这项代志，伫亚伯律法以前已经有这款的信息，哈，亚伯拉罕因的祖先，上帝称呼伊义人，毋是伊靠着行律法，因为当当时也无律法，哈，就是因着信来称义了。所以保罗吼，伊要叫做啊，这加利太。的信徒啊，得明白属灵的生命的大汉，毋是靠着行律法，乃是靠着圣灵成圣的这个能力，圣灵的工作啊。只有圣灵踮伫人的内面，哈，来靠着圣灵来做代志，来伊行为伊生活。啊，生命才有真正的丰盛，才有法人靠着圣灵，才有法人得救。
毋是靠着律法行律法来得救的。所以犹太人，所以犹太的律法主义者到底是啥啊？就是因而是接受耶稣基督信仰的一个犹太人，但是因而要求在信了耶稣基督的在外邦人因也着遵守旧约的在一个规律一个仪式，特别是割礼，因着行割礼因才完全。因若无割礼因也是毋接受因所以因是段错误，在律法主义者是段错误的福音啊。因干若真安尼做那要强迫在外邦人伫行律法，因为惊有人反对，惊在犹太教当中的在攻略狂热分子来压迫因，压迫在信徒，在狂热犹太的分子因反对，为了反对什么呢？反对犹太人交在外邦人的平等阮比恁较悬一等，阮是上帝先呼召阮的恁是外邦人，袂做咧平等因反对安尼袂用咧平等，伊若反对袂用称做外邦人做兄弟这个毋对伊若是反对什么保罗所传讲的基督伫基督内面的自由因若是反对保罗，于是恁信主无搁再拖在罪在律法来捆绑咯。所以犹太主义者因讲保罗因讲保罗你毋是真正的使徒啦，你无亲像彼得在门徒在亲目看到耶稣，亲目假使因亲目将真理启示互因，搁切遣因。因讲保罗无，落尾保罗做见证讲伊嘛是亲目看到向伊显现的主耶稣，伊嘛是有主耶稣本身来向伊启示真理，无去讲人讲，伊也无去找迄耶路撒冷的迄领袖来得到因的将个赞成，还是将真理来假使，伊完全是对上帝下来的。所以因在律法主义者因讲这个保罗是为着要讨好在外邦人来信保罗所传讲的这个福音所以无叫因就行律法啦。因若行律法毋着加问题互因，所以我传的福音信耶稣就够了啦，毋免搁行律法。所在批评律法者是批评保罗为着要买抹在外邦人接受伊保罗所传讲的福音啦。所以这个保罗明明的讲到这福音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是福音福音的救法完全是靠神的恩典凭着信心才有法人得到所以以弗所书怎样讲恁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心。这并毋是出于家己，乃是神所赏赐的，也毋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家己夸口自夸。保罗强调讲律法无法通产生信心只有互人带来了这定罪甲咒詛。因为无一个人先讲，无一个人来行律法来得救无一个人可能靠着律法来行了来完全的守条在律法所以这个人相信福音的真理伊就真正得到自由了，无需要搁用在律法来控制因在人就活出信主了，就活出基督的样式新的款式来。
第二个危机是啥物呢？咱们头一个危机是讲因信仰的危机，第二个危机保罗担心因遮人伫行为顶面啊偏离了真理啊，因为伊军队怀犹太主义加福音的信息啊，叫因着行律法，根本行律法也无法度活出真正的生命出来啊！就圣灵啊，圣灵跟一个人信主了，圣灵带伫因的内面，伫圣灵的感动甲工作啊，改变伊了后，因才有法通伫行为顶面啊，才表现出来。所以就靠啊，毋是靠着迄个实施的迄个律法啊的行为，安尼保罗甲因讲啊，说人信主了后啊，有圣灵点伫咱的每一个人的心内，因的生命伫圣灵的力量这个改变了后啊，伊的行为啊是自然的改变啊，毋是去靠着迄律法强甲你说落去，强行怀毋通创啥，毋通创啥，毋通创啥物着创啥物，怀律法毋是靠着怀，那是信主靠着神的恩典，圣灵对伫因的心内来改变因的内心，然后伫行为顶面改变因。咱咧传福音的时阵，常常看到有一寡道德真无好的，所以黑社会分子因吸毒咯，卖毒品咯，欺诈咯，爱跋筊咯，好色咯，有真侪无好的代志。但是当因信主了后，伫圣灵会改变，带伫因的内面，改变了因的生命。几十年点混的，一信主了后，真紧的就解决咯。无个点的就掩恶还有罪恶的代志了。这是真奇妙有这个新的生命，就新的权势，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所以生命会改变生命会改变。保罗伫5章16节讲，说我讲啊，恁着顺着圣灵而行，做着圣灵来做行事就袂放纵肉体的情欲咯。所以咱若顺着圣灵，就袂放纵家己的肉体要做啥物歹代志，要来顺着伊的情欲来做毋是安尼，乃是靠着圣灵这个圣灵做工咱内面生命的改变，有内在的改变，所以有圣灵的加持当一个人真正信主了后，圣灵带伫伊内面，头会改变伊。所以伊内面就有啥物圣灵结的果子有仁爱，有喜乐，有和平，有忍耐，有温慈，有良善，有信实，有温柔，有节制。这些代志拢毋是在律法所有法通禁止的。24节讲。凡是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将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当顶十字架了。所以，一个人信主了后就甲邪情私欲还肉体的要求已经顶十字架，就是死的意思了。5再讲说，咱若是靠着圣灵得生，得到生命，就着靠圣灵行事。所以保罗伊得胜的秘诀伫倒啦。咱看伊顶摆未信主的时阵，是杀害信徒的人，现在信主了，生命180度360度的生命的改变伊得胜，保罗得胜的秘诀伫咧，有一句话记载伫圣经内面讲，伊说：我已经甲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无过再是我咯。现在我活着，毋是我的意思是啥物
毋是我未信主以前的老我、阿当的我、旧生命的我、爱犯罪的我。现在活着无搁再是顶摆的我咯，乃是啥物呢？乃是基督伫我内面活着，真宝贝基督伫伊的内面活着，并且我伫今仔日伫肉身活着啊，是因着信神的囝来活。最后一句，伊讲：伊是疼我，为我舍己。这8字伊讲这是保罗体会到上帝真爱，伊是疼我，为我舍己。保罗有法人讲这句话乃是伊的生命实在是体会到上帝的爱，得到上帝的爱，并且伊知影上帝爱为着伊来替伊牺牲家己为我舍己啊！当一个人真正体会到神的爱的时阵啊，因爱晓咧爱神，爱晓咧爱别人，爱晓爱惜家己，爱晓为别人来想，这个真正体会到上帝爱的时阵，还是父母的爱的时阵，伊才会孝顺父母。这个人会晓知影神的爱的时阵，才凡事才会晓荣耀主。我记录一个小故事，这个查某囡仔要入去读册的时阵，头一日，因老母带伊去，行伫伊边头，真侪迄小朋友看到这个囡仔带这个妇人人带着这个囡仔，这个妇人人伊面部也歹看，咱就涂迄烧着目歪门也无，再嘴也歪，鼻也歪，目睭也歪，无人看着拢惊，所以有的人伫咧指指嘟嘟有些你看这个囡仔伊的老母哪法歹看呢？这个囡仔听着了后，无爱叫因老母行做一个，行歹势，伊这个老母甲生性份歹看，对伊无面子啊。当伊的边头迄个妈妈知影伊的查某对伊的态度是安尼咱倒去了后伊就讲伊的查某叫来身边，说我的查某我要讲一个故事互你听。伊顶摆有一块厝起着火咯，内面有一个细汉查某伫内面，伊的老母出去采市卖菜，迄个当伊的老母来的时阵，行到门口看到伊的厝起火咯，大火咯，这个妇人人赶紧将菜拿放咧涂骹，一项物件安尼将家己包咧再冲入去厝内。迄个时阵火真大，冲入去看到迄个查某囡仔将迄项物件将迄个查某囡仔抱咧冲出来，火焰非常的大，将伊的头毛、伊的目白、伊的面、伊的嘴唇、伊的鱼去烧较真厉害。最后，这个老母讲：，伊说查某囝，你知影迄个去烧着的是谁无？就是我俩。我为着要救你我才移除到我的面，真做安尼全歹看，烧毁去咯。因查某真受感动，将因妈妈抱咧。小妈妈对不住我唔知影，原来你才疼我，为着我来牺牲你家己，互你面部伤遮厉害因为你为我来牺牲多谢你疼我。对大了后这个囡仔，因妈妈佫伫伊的身边入去学堂，伊无佫感觉是歹势咯。伊的老母为赢真公平。我有一个疼我、肯为我牺牲的老母我的妈妈做得伟大。咱的主耶稣是同款真侪信徒信了耶稣了后离开主，
拄着一件问题就离开主，毋对啊！咱也知影上帝爱，伊是疼我，为我舍己的时阵，有个人拄着问题的时阵，小可代志的时阵啊，就将上帝放杀。一个真正改变的人，是随伊伫伊的生命内面改变，这是圣灵的工作，照行为证明的改变。如果那是用靠迄个律法来限制一个人、强制一个人去行好行为是勉强的，无会长久的，是袂长久的。但是圣灵伫人的心内工作的时阵，伊真正改变一个人，是由内面开始，然后来引发到外在的行为的改变。这款改变才是彻底的，才是真实的。兄弟姊妹，也有世间偌侪人也无认捌主耶稣，需要你向因传福音，需要你甲因讲，耶稣疼你，为你来舍己，耶稣疼我，为我来舍己。你愿意接受耶稣无？你愿意传这个神的疼无？咱三个额头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借着上帝的疼，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为着阮众人的罪，被刑罚被钉死伫十字架顶来赎阮的罪过。叫阮信靠耶稣的人，被上帝称呼做义人，无阁受将来的公义的审判。因为耶稣毋是看到阮的败坏，乃是看到耶稣的完全，因为阮信靠主耶稣，耶稣就伫阮的内面，阮伫耶稣的内面，阮就得救了。愿上帝将这个信息借着教会兄弟姊妹来传扬出去，叫伫这个苦难当中、绝望当中，人来信主耶稣做因的救主，得到永远的生命及永远的福气。阮安尼祈祷是奉靠耶稣的圣名求，阿门。